呼吁咱，因为咱即摆疫情有有一寡改变吼，所以请咱座位吼，咱尽量一条也莫坐超过4个人吼。咱坐有较人的吼，袂要紧吼。咱搁有其他所在会当有安排礼拜的所在吼，所以咱即摆礼拜来拢爱坐迄个较头前的吼。好，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看顾阮经历一礼拜久，当阮阁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服侍你。求主帮助阮，透过今日的礼拜，互阮会当甲你有更较深的交陪。会当明白你的心意，也对你遐领受快乐，照你的心意去行。阮特别从今早起要服侍正当工，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带领，互阮无论献诗、抒琴、诗会、团工信息，拢得到圣神的充满，照你的心意。完成你交代阮的使命，也透过阮的服侍，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众人得到福气。亲爱的主，阮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保守看顾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阮伫2月初6开始，伫新庄就要开设一个分堂。要开始伫遐有敬拜的所在，恳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亲自复兴迄个所在，也互迄个所在会当成做万民得到祝福的所在。阮今仔也要伫教会中间举行祝福车派礼，恳求主你透过你所赏赐的快乐，帮咱要去遐开拓。正当工，互因充满信心，也照你的旨意，成做万民的祝福，祝福新庄迄个地区的人。恳求主你亲自带领保守看顾。今仔日也是原住民团队事工的奉献主日，阮恳求主你透过阮的奉献来帮助需要帮助的原住民的团队者。透过阮的祈祷，推动各部落，也就是伫都市的原住民事工，会当顺利得到推展。恳求主你赐福。阮也将阮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主啊，即几工来，台湾的疫情有一寡改变。恳求主你赏赐第一线咧防疫的人员有智慧。有聪明，会当用适当的政策控制疫情，也互阮伫这过程中间享受真实的平安。阮将这事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带领。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来啊，咱着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来拯救咱的石盘出欢喜。咱爱用感谢的心来到伊的面前，咱爱伊欢喜来唱歌，因为上主是大权能的上帝，是超越万王的大君王。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会当伫主日的时阵，佮组织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只是请咱三个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72首，学罗全能的主上帝。圣诗72首，请起立。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创立万物的主宰，阮的天父上帝，我要学了你。你对土粉
来创造阮人类，佮将上宝贝的活气吹入阮的身躯，互阮成做一个有你形象的人。阮感谢你看重阮每一个人，互阮有生命的价值，甲生存的尊严。阮知阮活伫这个世间，毋是家己伫活，乃是基督你的灵时刻甲阮伫地，伫阮的家庭、社会、国家。甲这个世界做伙的活，因为你奇妙的创造，互阮得到真大的启示。你爱阮活了有尊严，叫阮着爱和睦做伙，甚至吩咐阮爱为着软弱的人，也是朋友放杀性命。尽心、尽意、尽力来听厝边，亲像家己。天父上帝，阮有济济的欠缺甲不足，不但无照你的旨意去行，却有济济的私欲、固执、偏见，甲爱论断人的习惯。地教伫阮的中间，时常充满怨恨、冲突甲伤害。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甲罪性，用主耶稣的宝血来医治、洗清阮腐败的心灵，勇壮阮的心智，通互阮照你的旨意。来完成你所交代的诫命。怜悯人的上帝，最近台湾的疫情甲新的病毒有渐渐扩大的趋势，恳求你保守伫第一线的防疫人员、甲医护人员以及因的家属，拢通得到平安。想出因教育的智慧、甲体力来面对新的挑战，也保守阮每一个人，拢会当配合政府做好防疫的规范，互这个疫情会当真紧得到控制，恢复正常的生活。听阮人类的上帝。今日是社会关怀主日，少年教会伫过去的日子得到你奇妙的引带，有机会参与社会关怀的工作，互阮成立思想关怀基金会，帮助目睭失明的朋友。第三支设立老人安养中心，甲新增的日间照顾。特别教会最近有济济的团结、小组、甲热心的兄弟，因关怀住伫偏僻山区原住民的朋友，时常分享济济物质的需要，也帮助因解决季节丰收的农产品的销售甲通路的问题。阮所做的事工哪来哪济，阮确信这是主你爱阮为着欠缺的人所做的工作。我们呼吁，也要邀请更较侪人甲社会企业做伙来关心、支持，才会受到社会福利的人，互因通得到更较照备的照顾。相信阮也要借着释放的机会，将你宝贝的福音成做出口，宣扬伫大角落，互更较侪人看见愿望，得到拯救甲祝福。这时求你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
互阮专心来敬拜你，听从你的教示，加添阮属灵的智慧，不但互阮明白，也赏赐阮气力，互阮用行动来实践你的诫命，也互阮更较有机会来回应你的听甲宝贝的拯救。安尼祈祷无够也，我们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这声安尼来讲。这是请咱来交托启应文第4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5页。启应文第4篇，圣诗的后面第5页。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我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圣的百姓，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奠火一切，我无爱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额。所让互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这是今早起丹龙教会的诗班要带咱来学了上帝，因要吟的诗是感恩。走过欢笑，穿过泪水。
感谢淡龙诗班用真优美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这时，请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书第10章，新约马可福音书第10章35节到45节。现在中文译本是74页。马可福音书第10章35节，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来见耶稣，讲：老师，阮有一个请求，希望你会当答应。耶稣问：爱我为恁做啥物？因回答：当你坐伫荣耀的宝座顶头的时，请互阮甲你坐做伙，一个坐你的正边，一个坐你的倒边。耶稣对因讲：恁毋知恁所求的是啥物？我要啉的苦杯，恁要啉吗？我要受的洗礼，恁要受吗？因回答：阮要。耶稣讲：我要啉的杯，恁个人要啉；我要受的洗礼，恁个人要受。但是，什么人会当坐伫我的边啊？却毋是我会当决定的。这个座位，上帝为什么人备办，就是祝福什么人。其他10个门徒听见这个事，对雅各甲约翰真不满，因为安尼，耶稣甲因拢调集到伊的面前来，对因讲：恁知，世上遐个被认为是统治者的，有权管辖人民，领袖也有权支配人民。但是恁却毋是安尼，恁中间有啥物人要做大人物，啥物人就做恁的妻佣；啥物人要做头，啥物人就做正人的奴仆。因为人子毋是要来受人侍候，乃是要来侍候人，并且为着救赎正人来献出家己的性命。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赞。今早起，主任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雅各甲约翰第2争名夺利，对甘为奴仆。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这讲道开始进前，牧师若要来大家提醒因为最近台湾的疫情有无共款的变化，所以请大家爱特别配合咱教会各种防疫的办法，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咱有几个真重要的政策，请大家来合作。也请大家一定爱持续为着咱台湾的疫情来祈祷，嘛，咱会当共同会当度过这一波的这疫情。今仔日牧师要继续甲大家来分享雅各甲约翰带互咱的信息。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这个时刻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真清楚来听你的话语，也有气力照安尼去行。所以，阮恳求主，你大大赏赐阮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的话，也会当
想使阮对你遐来的快乐，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实践你的话。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经文记载一个记事，就是耶稣的两个门徒，就是咱讲即对兄弟啊，雅各甲约翰，即两个兄弟来见耶稣。马太福音书伫同款的记载顶面提起着，因的老母嘛甲因做伙来。因老母叫做撒罗米，是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的姊妹。所以咱会当知影，因中间有亲戚关系。雅各甲约翰就是耶稣的表兄弟。因甲老母做伙来求耶稣一件代志。检查问讲，耶稣的人看到阿姨的面子，来答应因的请求。因来见耶稣求一件代志。耶稣问讲：恁有啥物款？你爱我为恁做啥物款？因就要求耶稣讲：当你坐伫荣耀的宝座顶面的时阵，请互阮甲你坐做伙，一个坐伫你的正边，一个坐伫你的倒边。这意思就是讲，当耶稣登基做王的时阵，因相信耶稣将来要做王。但是因毋知耶稣要做的王是啥物王，因若准耶稣是要做这政治上的国王，所以因先来卡位啦，先来占位。那耶稣坐伫宝座顶面的时阵，一个要坐伊的正边，一个要坐伊的倒边，意思讲要坐大位啦。这两个兄弟这个时阵也毋知耶稣要做的王是啥物款的王，所以耶稣就对因讲：你毋知恁所求的是啥物？我要啉的苦杯，恁敢会当啉？我要受的洗礼，恁敢会当受？这个时阵，这两个兄弟真明显无清楚，耶稣要做的王是要经过12架的苦难，所以因竟然安尼回答讲：因会使，而且因这款争权夺利的这种行为马上引起其他10个门徒的反感，因为每一个人拢想要做大。每一个人拢想讲，耶稣若做王的时阵，因要做一个宰相，还是要做一个什么大官？所以大家对因真不满，讲要未做王就咧抢位咁真正你真正会当做大家拢想要做大。耶稣看到这款的情形了马上来招住因来到伊的面前，对因讲，这段话真重要伊讲，恁知世上遐个被认为是统治者的。有权管辖人民，做领袖的也有权支配人民，但是恁却毋是安尼。恁中间什么人要做大人物的，就做恁的萝卜；什么人要做头的，就爱做大众的萝卜。因为人子毋是来要受人服侍，是要来服侍人的，而且为了救赎众人，要献出家己的性命。耶稣这段话非常重要。这个假使这门徒，因爱做别人的萝卜；要做大人物的，爱做众人的仆人；要做徛头的，爱做众人的萝卜。伊讲我本身就是安尼，我来到这世间，毋是要受人服侍，是要服侍别人。所以耶稣伫遮提起一个做萝卜的这种的观念。顶回牧师有讲过，一般人若要了解讲这个人伊的地位到底够尊贵，拢看啥物？看偌济人咧服侍伊对无？咱看到真济这王子啊，是讲国王王爷出门的时阵，四周围拢军队真济咧服侍伊的萝卜。哪济人服侍，表示这个人的地位哪尊贵？但是咱的信仰，咱讲毋是安尼。耶稣讲得真清楚，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尊贵，是在伫，毋是在伫偌济人来服侍伊，是在伫伊服侍偌济人。耶稣伫遮提起一个做萝卜的这种观念，伊讲伊来到世间，毋是要服侍人，是要做众人的萝卜。甚至为着做众人的萝卜，伊要献出家己的性命。咱一般咧讲这做萝卜，就是讲一个人做卑微的工作，一般来讲，就是讲不得已，也是讲失去自由，
才会去做人的奴仆。但是咱来理解吼，今仔做人的仆人吼，咱的理解来讲啊，我互请对无吼？我互你请的时间，我是听你的命令啊，我下班了我就自由啊。但是迄个时阵，耶稣咧讲的奴仆，甲咱今日所想象的即个互人请无共款。迄个时阵，奴仆是完全无自由的，完全爱听主人的话，甚至做奴仆就是伊是属主人财产的一部分。所以一般人讲啊，做人的奴仆是真艰苦，因为无家己的自由嘛，爱听这个主人的命令。但是耶稣基督却爱所有军队伊的人，爱学习做人的奴仆，彼此服侍。到底什么款是奴仆的侍奉？奴仆的侍奉是什么款的侍奉？这是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咱要对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代志。首先，咱来明白吼，若要做人的奴仆吼，第一项代志就是咱来接受苦悲啦。当这个耶稣对甲雅各甲约翰的对话中间，耶稣提醒这两个兄弟，因两个人必须要啉伊的杯。杯是代表什么？杯是代表咱真做耶稣基督的学生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伫经文中间这句话吼，耶稣是对这两个兄弟讲的。但是对这两个兄弟来讲吼，因两个人的杯是完全无共款。咱知影，咱来看《使徒行传》12章，咱会看到雅各是第一个宣教的使徒。伊的杯是啥物货？伊军队耶稣的代价就是付出伊的性命宣教。伊伫耶稣搁我上天无偌久了，伊就被希律用刀刣死，是第一个宣教的使徒。但是伊的小弟约翰呢？约翰是活了上介久的使徒，而且有人讲伊活到100岁，甚至伊是自然而然来死去。意思是讲，耶稣基督予伊一个真重要的责任，予伊的苦杯是啥物货？就是伫有生之年，伊的基督徒的生命不断去操练甲挣扎。咱看见着大兄雅各首先牺牲，但是伊的受难为着教会带来受苦的典范，激励大家继续军队主。咱看见着《使徒行传》的记载，无因为雅各来受死，大家就惊吓无；因为雅各这种受苦的典范，互大家继续军队主。约翰会当享受长岁寿，但是伊一生为着真理来奋斗。到年老的时阵，也带伊的学生不断甲当时阵的异端邪说来对抗。所以啉主的杯，意思啥物？咱有无共款的责任？意思是无论伫什么款所在，咱拢军队基督，而且伫生命的任何情形顶面，咱拢学习基督，愿意为着咱的责任献出咱的生命。伫教会中间，为着互事工推动，咱必须要推选一寡人来协助管理教会。这些人无论是聘任的牧师、干事，也是选举产生的长老、执事，还是讲会长、委员等等，咱来明白教会中间的这职分，毋是干那代表一种地位，还是讲头衔。这种是一种杯啦，杯就是一种被呼召的责任。既然是被呼召的责任，咱就无应该含入两种错误的观念。下面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第一项就是，既然伊是一种呼召，是一种责任，咱就无强去抢夺。咱毋通认为这种积分会当用人的方式去得到，因为这种积分是被呼召来得到的。真正的呼召是来自上帝亲自的呼召，毋亲像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中间的雅各甲约翰，还是讲因老母，想要靠着亲属、亲情的关系，靠着关说会当得到的。所以耶稣来讲，这座位要有啥物人，我嘛毋知。
这座位是我的老爸为着啥物人准备的，就要互啥物人。意思是讲，教会中间的任何职位，毋通用人的方式去得到。检查你用人的方式去得到，上帝嘛袂欢喜。这是第一项。既然是呼召，咱就无强处。第二，既然是咱的责任，咱就无拒绝。咱来明白，既然是咱的责任，咱就不应该用咱的意志去拒绝。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我啉的杯，恁的确爱啉。”当咱知影讲这是上帝所交代咱的使命甲责任的时阵，咱种态度就是讲，咱求上帝，互咱会当完成上帝交代咱的使命。千万毋通了做家己有权利，会讲家己有迄个能力去拒绝，安尼拢无得到上帝的欢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两个原则咱还真清楚。既然是来自上帝呼召，咱就袂当用人的方式去争取。既然是咱的责任，咱就袂当用咱家己的意志去拒绝。我常常伫教会、伫地方教会，也是讲伫中会，也是讲伫总会选举中间，看见也是讲听见人的软弱，常常有人会陷入这两个问题中间。所以我真心祈求每一个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耶稣基督的学生，包含我本身家己，拢会当超越过这人的软弱，互咱伫教会中间的服侍，伫中会中间的服侍，伫总会中间的服侍，甚至咱伫社会中间的呼召，拢会当合伫上帝的心意。这是第一项。咱若要做萝卜，咱就要接受苦杯。第二项，做萝卜有一种真重要的态度，就是爱谦卑顺服。我要提醒大家，萝卜的侍奉是一种对内心谦卑顺服的精神甲态度。耶稣安尼讲：，恁中间啥物人要做大人物的，就得做恁众人的萝卜；啥物人要徛头的，就得做大众的萝卜。这互咱两项真重要的提醒。第一项就是做主的萝卜，就是爱顺服主的命令。耶稣基督爱咱做萝卜，目的是爱学习迄种萝卜谦卑顺服的精神。做萝卜就是主人爱伊做啥物货，伊就顺服，伊就服从。做萝卜的袂当紧家己爱做的代志做，吼，袂当讲只服侍愿意做的服侍，袂当讲啊，这件代志伤过卑微，我无要去做，袂当安尼，袂当讲这件代志，吼，我做别人拢毋知，所以我就无要做。只要是咱来自上帝的呼召，咱就顺服，认真去做。完全照主人的意思。第二项，第二原则就是讲，咱做啥物代志，拢爱怀着迄个萝卜的心啊。萝卜的侍奉，毋是讲用传统的观念讲，萝卜的工作就是卑贱的工作，这毋是安尼吼。咱这点若无清楚，可能会造成一种真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家抢要做迄种所谓萝卜的工作。真济，所以毋是萝卜的工作，大家拢毋敢做，无愿意做。咱要注意，耶稣是讲，你要做大人物，要徛头的，爱做正人的萝卜。意思是讲，你若要做人的领袖，要做大人物的，你就爱用萝卜的心来服侍。咱看记着，圣经中间，耶稣捌替伊的门徒洗骹，这是萝卜的工作。但是耶稣嘛，无因为安尼放弃医病赶鬼、布道的工作、教示学生的工作。耶稣甚至到落尾，佮为着众人钉伫十字架顶，这拢是伟大领袖会当做的代志。耶稣无咧拣代志做，耶稣就是听上帝的命令做。所以，毋是伫遮耶稣咧说明一件代志，咱的侍奉爱有做萝卜的顺服精神。但是，咱咧选择做的代志，爱照上帝互咱的恩赐，咱的责任，安尼才是顺服。做一个牧师，我相信我的责任是伫牧养、传道、甲分享信息。我袂当讲我拢要做萝卜的代志，所以我就在便所扫个清气礼拜日毋免起来讲道，我就做这萝卜的代志，毋是安尼。
上帝交代我做的代志，我尽力用做萝卜的态度、精神来完成，这就是顺服的精神。我需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伊的中文的名叫做范凤龙哈，伊英文的名哈是叫做约翰哈。伊是斯洛维尼亚的人，伊伫1913年出世。伫1952年哈，伊军队意大利的灵医会的神父来到台湾的宜兰。伊有受过真严格医学的训练。伊伫少年的时阵哈，因为有一遍伊国家发生战乱，一遍真危急的下面吼，伊感受到上帝拯救伊，所以人要逮捕伊，人要抓伊时，伊秘伫咧草丛内底吼，秘6点钟，无去互发现。伊感觉这是上帝对伊的一个足大的恩典，所以伊就决定用伊的性命吼，完全要来服侍人。1952年，伊来到台湾的宜兰，因甲当时的神父成立了罗东的圣母病院。伊伫遐做外科医生39年，从来无离开病院的急诊室甲手术房。伊一生救真侪患者，从来毋捌阁回去甲伊的故乡。伊伫圣母病院拢总开刀开8万外的手术，8万多个手术。创下台湾外科史无人会当破的纪录，一个人一生要开8万几个手术，是一天爱开6个手术刀，然后39天无休困才当完成。所以是逐天拢真拍拼咧服侍这病人，常常无食暗顿，一直开刀开到暗时10点11点。半暝若有急诊，伊佫继续起来帮衬这病人，开刀到天光。规年无休困，伊就是住伫病院内底。伊的开刀的技术真好，伊甚至捌伫迄个医疗的迄个设备毋是真好的病院内底，伊摕即个牛的即个胫骨接伫人骨髓骨折的病人的身上，成功救治了这个病人。伊的学生甲同事讲：哦，你这安尼真正无简单你要赶紧将你这个代志发表伫医学文献顶面，安尼你就真出名。但是伊听伊这学生甲同事的建议了，伊只是讲伊讲我毋免人知影我做啥物货，我毋免出名。上帝知影我咧做啥物货，因为我所有的拢是上帝所赏赐的，我只是将上帝赏赐互我，用伫需要的人身上。咱知影伊迄病院内底拢医生拢有迄个制服伊要求人讲莫在伊的制服顶面署名。伊讲上帝萝卜毋免人知影伊的名，上帝知影伊的名。伊将伊大多数所领的薪水拢寄伫病院。为什么要寄伫病院？伊知影当时阵有真侪困苦的人来到病院无钱通看病，通常安尼就必须要无法度医治，所以伊就钱寄伫病院。讲若有人有欠的，你就对我的薪水顶面扣。伊只要求家己小可的即个需要满足家己小可的需要尔，剩的大多数拢互病人。所以医生拢甲罗东圣母病院的神父过着上界清苦的生活，将家己拢奉献互南洋地区的百姓。伊照顾病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伊78岁要过身进前，也搁伫手术房内底咧替病人服务。伊过往了，埋葬伫罗东的山顶。拢总有1500个人参加伊的告别式。来的不管是任何宗教背景的，拢来送伊最后一程，因为伊是南洋人民心中永远怀念的一个医生。我感觉伊就是世人拢用萝卜的态度
咧服侍的一种典范。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属是期待咱伫各行各业，咱受呼召的行业里面，尽力用罗卜的态度去服侍。咧服侍人，那亲像咧服侍耶稣基督同款。安尼就是耶稣基督学生应该爱学习的代志。最后，咱若愿意做罗卜的服侍，咱会得到一种祝福，就是咱的生命会当得到更新。罗卜的服侍会当带予咱真大的改变，迄就是生命的体验甲成长。耶稣伫遮实在甲咱讲一个真理：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毋单单爱徛了悬、看了远，该学习谦卑家己。只有透过罗卜的侍奉，才通体验真实的生命。过去我伫南部教会咧服侍的时阵，有一站我是负责青少年的事工。我常常为着要举办青少年的宴会来头壳疼。一开始我感觉讲青少年的宴会你来办一寡较活泼的、较吸引人的、较好佚佗的活动，才会当吸引青少年来。当然青少年来参加会来参加，但是我发觉讲，因完全无法度对这个宴会中间得到生命的成长。我也发现到现在真侪青少年。因得到老爸老母真好的照顾，老爸老母自细汉就来服侍了真好势。早起时先替因准备早顿，然后食饱了就送因去学校，送因去学校中昼个人送便当去，暗时下课了个人接去补习班，补习班下课了个人接倒来厝里，一切生活徛起的代志，拢还比办了好势好势。即款的囡仔吼，伫这环境顶面成长吼，因拢常常拢是用自我做中心，因为别人拢满足伊的需要嘛。我也看见到，若真正安尼落去吼，咱青少年到尾拢会变真个人主义。所以，我着做两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我伫团契中间帮助因，我去分享代祷的重要性。而且请因伫牧区团契中间咧报告的事件顶面加入几件社会甲国家所发生的代志，请因为着这代志来代祷。我发觉讲代祷，互因的眼界拍开，明白世界毋是用家己做中心，世界也有真侪人有拄着真侪需要关心的代志，所以代祷拍开因的眼界。第二项。我伫利用暑期的时阵，带去利林的喜乐保育院，就是马喜乐所创办的这个保育院，互因去服侍一寡生来比较无方便的小朋友，互因透过这款的服侍，互因去体验生活是真实的生命。后来办过这活动了，我发觉讲，这学生真正改变真侪，毋是干那我发现，因为父母拢发现。伊至少伫生命中间，拢更加会晓感恩。因明白原来因真正真有福气的人，因的父母愿意无条件供应因的生活，但因照顾了真好势。因发现到真侪人社会中间有真侪需要关心的弱势者，所以因更加当更加无条件去付出关怀甲疼心。办这款的活动办7、8档了。后来，这囡仔慢慢成长。我有发觉一点，就是后来因咧选择因要读的科系，以及因未来工作的时阵，因通常毋是用自我做中心，伊讲我要赚偌济钱，我要满足我家己的需要。反倒当因会去想讲，我要安怎培养我家己的能力，才做别人的祝福。亲爱兄弟姊妹，做罗卜的服侍。会为着咱的生命带来更新甲改变的快乐。我真心期待，咱教会所有的无论青年人，还是咱时代，拢相共。咱还当有将罗卜服侍的精神，伫需要的顶面看见咱的责任。咱拢愿意帮主耶稣基督互咱的苦杯，咱的责任。我相信，咱的教会真真正正会当成做一个祝福人的教会。咱的教会伫新增的所在已经设立一个基金会，
这基金会照顾我老大人甲弱势的这囡仔。咱对今年2月份开始，咱要伫遐设一个点，开始有5牧师以及咱我同工做伙去遐服侍。毋简单，互因得到福利，也当互因得到福音。透过安尼，咱的教会要扩大咱服侍的范围，互真侪人会当因为咱来得到祝福。咱一定爱为着这件代志来祈祷。咱也恳求上帝，互咱会当清楚看见咱家己的责任，愿上帝亲自赐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看见着阮生命中间的软弱，也看见着你要互阮的责任。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无论看见着都市的需要、乡村的需要、原住民部落的需要，或者是任何所在的需要，互阮会当真真正正对这顶面看见阮家己的责任。求主亲自垂听阮，往阮爱去的所在，互阮负担你爱阮负担的责任，互阮会当成做万民的祝福。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请咱三个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305首，我是为基督。圣诗305首，请起立来吟。坐。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请咱三个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逐日赏赐阮丰盛的恩典伫阮中间。无论是肉体的灵者，也是生命的灵粮，拢得到养赐，互阮的身心灵拢得到养壮。即马将你所赏赐的金钱甲财粮献伫你的面前，求你甘纳，也恳求圣神来感动、查肯愿，成做你好的器皿。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是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5页。本会消息第一，本周的特别事项。本主日为本会所定关怀主日。礼拜中特别为了本会关怀原住民传道者的生活补助金，事工奉献。第三场礼拜中特别欢迎感谢淡龙教会诗班的献诗，愿上帝赐福因，并且赐福原住民传道者伫大家乐宣教的事工。第三点。农历春节的事工，第一，正月31到2月初5是正月春节的假期。咱会友若有代志，请互咱值班的牧师配应的牧师，祝大家新春蒙福。第二，新春全家福感恩礼拜，时间是伫2月初1，周日，过年的初二，地点是伫10楼，时间是10点半。第二小点，请咱献第6页。礼拜中特别要邀请友志参与献唱。咱就来吟诗，请伫当日上午10点伫10楼礼拜堂参加练习。第三小点，欢迎兄弟以小组、家庭为单位参与诗歌的分享，请伫本主日中午以前过1分间数来报名，以方便定时的安排。第三小点。碰到春节的过年年假，1月30下主日，4场的礼拜合并做上午10点来举行，请兄弟特别来留意。所以咱第1场、第2场、第4场的礼拜拢暂停，伫第4场10点半合并。第4大点，具体的关怀本会会友陈秀静姊妹、罗金芳姊妹的查某囝，伫1月初1安歇主怀，定伫1月24本周1上午8点半，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金永楼3楼志美3厅举行日念告别礼拜，请兄弟
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黄世福兄弟伫1月15安息主怀，已经伫1月21举行纪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三，本会会友柯安祥兄弟林宝珠姊妹的丈夫，伫1月16号安息主怀，定伫1月26本周三下午7点半，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阳楼1楼至今日厅举行日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接着咱来看第7页，装备委员会的消息。第一，儿童台语文班时间伫2月20开始到学期结束，这时间是9点到9点50。教室伫702到703。请若要报名的小朋友，会当请理事分干事来报名，也是线顶的报名。请咱来看第8页，圣经祈祷入门，时间是2月13开始，拢总有4节课。时间那是上午礼拜日上午9点到10点。那是请大家理所分干事线顶的报名，也是来甲理干事报名。第三，洗礼造就班时间是伫2月20开始，拢总有6节课。每一个主日上午9点到10点，上课的地点是伫9楼会议室。请想要伫4月24洗礼的兄弟，过一分干事来报名。第二，这个上课的时间。接着咱来看所谓发展委员会的消息，请会友加入 SLPC 教会的 Line OA。会当伫每一日透过 Line OA 的号码来连接教会的读经进度，甲每一日亮光线顶的直播。另外包含连接双连教会官网、脸书，还有 YouTube， 并且今年双连会友系统完成以后，会当透过这个 Line OA 来认证，每一个已经加入的会友会当进入会友系统，开始建立家己的所谓身份以及相关的资讯，请各位做伙来配合伊的步骤，写伫下骹1、2、3，请咱照这个步骤来登录。若说是较年长的，咱袂晓用的，会当请咱厝邻较少年的孙仔也是囝儿来帮忙，咱来加入这个系统，互咱的教会会当更较完整知影咱出入甲活动的情形。以上报告。接着要请蔡牧师来介绍来宾。姊妹大家平安。我首先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才有一位张桂婉女士小姐，唔知坐伫倒位？张桂坐遮哈，欢迎欢迎。请坐。唔知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中间的兄弟无介绍着。好，咱也特别欢迎迄个淡农教会的诗班今日特别甲咱做伙礼拜咱也持续来关心原住民团队者的迄个，咱拍鼓来欢迎。
这个时阵，咱要来进行祝福车派礼。好，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哈。咱要伫新庄设立一个分堂，吼，所以爱互大家知影。各位亲爱的乡邻教会，和新外大家平安，真欢喜！伫我叔叔过了10年以后，可以咱转来乡邻教会，甲大家做伙来同工，做伙服侍。即帮咱乡邻教会对新庄这个所在有一个福音的意向，所以咱伫这个所在会当用福音的策略，伫遐来做好的宣教的事工。所以咱的策略是啥物？就是社会福利加上福音啦，所以咱伫遐有一个社会福利的基金会，是咱伫遐已经有一个水搁好的中心伫遐，就是咱伫遐欠缺，会当用福音的方式来进入伫遐，来关心伫遐的同工、员工，以及伫遐的弱势的家庭儿童，以及咱伫遐的士大人。所以特别伫遮要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做伙关心。咱伫遮所有的宣教的事工甲欠缺，咱伫遮透过礼拜来组织，才会受到关心的同工，也是咱遮的社区的儿童甲因的家庭。所以咱伫遮要安怎用一个好的策略来伫遐来进行，就是咱有真侪无共款的方式伫遮来规划。上重要一个规划就是要伫。咱伫即个遐的附近有一个头前国中，头前国中的对面嘛有咱相邻的一块地伫遐。迄个地即马是一个空地，即马目前咧规划，看会当伫遐来起做一个会当提供遮儿童课后服务的辅导的中心，互因伫遐来读册，伫遐互因来学习，通过安尼会当甲因的家庭家长来接触，互咱。乡邻教会会当伫新庄这个地区来定根，所以也通过这个拜六伫遐来起做这个周末儿童营，来训练未来伫礼拜日会当做伙服侍的同工，透过训练这儿童，甲这儿童做伙来关心因的家庭甲因的需要。所以伫遮有一个国中有6个国小，所以伫遐有一个真侪的囡仔甲。少年的老爸老母，伫遐来徛起，所以咱从目标一开始宣告放伫遮的儿童甲青少年的家庭的中间，所以用安尼来开始伫2022年，咱乡邻教会伫新庄这个所在，咱要伫遐来起做一个相连的新庄分堂，所以愿大家兄弟姊妹做伙为这个分堂来代祷来奉献。这是甲咱乡邻教会上重要一个目标，叫做宣教做导向的教会。所以这是咱伫新的一年新的开拓恳求上帝来引带，也恳求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来三体祈祷。好，咱这个时阵吼咱教会有要车派我牧师以及几位同工吼，咱包含建良长老、林会长老吼，因拢要去到遐开始来聚会，开始来推动这事工所以咱要请因出来，请因这同工吼出来，咱们来做一个车牌礼吼。请恁咱徛2排吼，徛2排吼，徛头前个不要紧吼。你们是有祝福车牌，去到新庄参与分堂的事工，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兵啊无？有。你们领受这个圣职，恁着我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气力来推动新庄分堂的事工，你有要安尼行啊无？有。这个时阵，牧师要带大家来祈祷吼，咱会当将咱的手举开来祝福吼，来祝福。
咱做伙来祈祷。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连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新增分堂的同工，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注意关心新增分堂的事工，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我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恁，互恁充满快乐智慧，互恁伫未来推动各项事工，得到主圣神的带领甲充满，做美好的事工来荣光上帝，利益众人。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恁向后转哈，咱鼓掌，甲因鼓励哈。咱也爱常常来替因即个祈祷哈。咱即个新增分堂的位置哈，咱会当扫描即个 QR code， 咱就知影要安怎去哈。还有拍迄个影片啊，来指示讲安怎去遐。咱也当常常去因关心。因伫拜六有即个周末儿童营，伫礼拜日2月初6开始，就伫遐有聚会哈。咱常常用祈祷的心来祈祷。哎呀！希望讲，咱伫遐会当开始开展一个福音事工，利益伫众人。咱搁一遍鼓掌来鼓励因。好，请回座哈。请咱做伙来参加吟上营513首，愿主赐福保护恁。吟诗后，请蔡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恩，恭受差遣。